即摆有真侪人饲狗仔，是甲狗仔惜命命，当作是家己的亲人。伫台北市有一个李小姐，今年初升租某一栋大楼的1楼，签约进前有先来确认过大楼的规定，并无禁止着饲宠物。伊嘛有甲厝头家讲，伊会来饲狗仔，但是最近却收到通知，讲月底将要来表决，是毋是会当饲狗仔？也就是讲，若是大多数的人无同意，李小姐的狗仔就无家可归咯。现行的法令确实是有规定，这个公寓大楼有权来禁饲宠物。动保团体讲，这实在是真无合理。狗仔兴奋的模样真古锥，不过唔是大家人拢真介意。像李小姐今年初伫台北市升租某一间大楼的1楼，签约进前都有讲会饲狗仔，即马狗仔煞有可能互赶走。确认过那个规约，它是没有禁止养宠物。我们饲主有注意环境的卫生。那同时，我们也不扰邻，也没有在园区里面遛狗的情况下，要这样子随意更改这个规约，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。原来管委会因为各种原因，会找住户来投票，只要多数通过，园区袂使饲李小姐的狗仔，就会无所在去。不过现行法令确实有规定，公寓大厦有权利禁饲宠物，互动保团体感觉无合理。希望就是说可以用合理的管理来取代全面的禁止。为了符合现代民众饲宠物的趋势，立委嘛认为应该赶紧修法，饲狗仔的民众嘛真认同。如果那个宠物它的那个训练都很适当的话，其实不应该去干涉人家要养什么。另外一方面，民众嘛认为饲宠物应该会使自无同的面向来管理。我觉得那个还是要有法可以去管。宠物的臭味其实就跟空污法一样，像比如说隔壁是卖瓦米耍的臭味，有人会检举，可是狗的那个臭味，如果你不处理，其实就跟那个的程度是一样。安怎做到宠物优先，阁会使兼顾社区的和谐？除了修法，看起来嘛需要更较侪饲主的配合，才会当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。